孩儿也哭嘞，娘也哭啊，儿子母子难独
这在花年。哪能好吃个嘞？细糠子苦菜，俺就一炕菜上，三箩金箩钱，再去钱死别的，真是太过了。文啊，嬷嬷给你想有2只萝卜饼，还侬拿去吃？我不吃。耶，侬个小人，你让我面前还要做客，不怕嬷嬷生气啊？那，快拿去。妈，那就谢谢嬷嬷，拿去吃吧。哎，谢谢嬷嬷。妈，这萝卜饼我吃一只，还一只就你吃。不，娘已经吃饱了，还是你自己吃吧。不，我知道妈比我跟我，这萝卜饼你一定要吃。四娘，走。我说大家阿嫂啊，总不能当着我事，应该想想法子。有啥办法好想呢？办法倒有一个，说出来就怕侬阿嫂生气。四娘只管说来。我先问侬，侬晓得常住在我四娘店里向个最后的吗？晓得，他都是个中后人。阿嫂，侬有眼光啊！四娘，莫非你要我向他取钱？不是的，家钱只能举节，难举重。那阿嫂啊，一家做钱是将士，妹妹自保大子弟。前年妻子已亡故，为人老实多气。月相许也有一旁，叫我为伊多留意。侬阿嫂啥肯嫁接伊，倒是一桩好事体。四娘，你是要我给家？不，这是死不得。为啥呀？哎呀，四娘啊！三英不穷，鸟不飞，我虽不行，雨来连啊！不到三穷谁心事，临死怎能死一呀切？我这望娇儿生命老于靠，举一个刀切关着后来的。四娘，我家还有3万的刀，这帮气候有些三人，我娘儿俩也许还能活命。阿嫂，侬好糊涂啊！侬看大雨也要水汪汪，一见就要正在慌，只怕侬神通再过境界里，到头还是苦当。阿嫂，侬不为自家着想，也应该为文安想想啊！文儿，阿嫂。
不起文儿的，文儿的。阿嫂，杜家只有文儿淡定了吗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文儿现在天子里怎能安心啊？奴才开家，把文儿一同打走，就你将有五样正正接替杜家相爷，这才真正对得起文儿爹呀！阿嫂，跟侬要哪里旨意呀？师娘，此事还需慢慢商量啊。搿搭难怪的，阿嫂，那么侬再仔细想想，3天后我再来听侬回应啊。阿嫂，我走啦，师娘走好。妈妈，是刚才嬷嬷对你讲些什么？没什么。妈妈，你不要问我，我在里面都听见了。妈妈，你不能答应。妈妈，你不能答应呀！妈妈呀！管你人不能生，娇儿怎能领娘亲？要是妈妈应该叫我们儿好活生。妈妈，儿是娘的心人哟，要家子孙对姑能。娘亲虽与儿亲，怕只怕外人不认疼儿心。凤儿啦，娘爷，这是一道是非衙门，只是此门不进，苦更深。隐形家的路一行，为这位报是我儿一条命。
妈妈，嬷嬷，我妈妈她怎么了？我正要到此地来，半路上竟是一个人昏倒在田地里，就把伊扶来了。妈妈，你醒醒呀！醒醒呀！妈妈，你怎么会昏倒在田里的呀？我们家上门田地大，怎么样？被风雨荡到，一心不浪阿嫂，这在哪里我已经讲好，就等侬个回应了。现在3天一到，侬可要当机立断啊！当机立断。首长公公，快请坐。林子，我想问你一件事：今年天时不好，田里头10家刀鱼俱家来了，不知你家可好？也都来了。那我来问你，你常父亲也亡故，你用田契做抵押，向我借的关税本，连本带息共15两银子，该怎么排呢？这得抗击公公再宽限1年。你去年退今年，今年退明年，这样退下去，到几时完我？这乃讨诚信来账。公公，屋里实在没银子，怎管拉账？没银子，万语天啊！天，对谁了？千古账，万古钱，千古立法，谁能辨？富有银子换千丈，去给爹我谁要天？公公，这上面的是我娘俩的命啊！求求你做做好事。还我的银子，屋里房都没钱，哪有银子还你？我还银子不要钱，天下哪有这种理？你啥叫话不拉账，我立刻高官到衙门里，当官儿子当官子，还得衙店打仗的。我说杜太公呀，我倒有些上隔壁去了。人家遭天灾，侬可不能趁机发旺财。你管你在小桥头开店，我管我在土家讨债。今世不完后世，你官上也账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四娘，公公，我话已讲完，遇见万见，无见雅典，好在点七彩我手里，不怕你将成。
深山古门不改心，不能一代当亲生。后得中儿侬言子，此那为莫当言。阿嫂，咱们我去报喜信去再好，我请于老师娘。里面不清在意，舱门打开，他跳舱到哪里去了？凤儿，大爸，是凤儿叫我来的。凤儿，你到里面去。哎。凤儿娘，你可知一马不配上岸，一女不是儿妇？知道。既算知道，为何却想改嫁？大爸，我实在出于无奈呀。凤儿娘。死不逃，猛虎三世为不变，休作三虎见不义。你总算家徒四壁，平时心岂能设置杀人你？大爸，为子为他随他去念平堂，太公与尊去上门庭，山也路，路也行，十里求生不得已。凤儿娘，岂不知我师是小，实际是大？我誓不作戏，为之为报
保是图家一马相依。你为文儿八卦名节，难道就不顾都是门风扫地？我岂能为门风命运，上教孩问我死在眼前？我劝你此年速速当休。事至今日，我怎能改变？你大爸，你总得体谅我一片苦心啊！哎，白贼，哎贼，也罢，身心寄去，留子而已哟。你既然执意要讲，我也不讲了。不过，反而是我独家选马，不能让你带去。反而我不得去，叫他依靠后生。我是八五，又是他先生，当仁不让，实在是我无恙。哎呀，大爸，你定是教书读书，只能勉强糊口，怎能养得我文儿啦？嘿嘿，相独喜李娜，有夺孔孟之书，素之深言之理。你莫看我穷哦。梁山山坡关高，家道山平志气高。所谓都市门风扬文儿，纵然我是也你要我命可以，你要我文儿方不能。你好，也在暂且不慎，带我去举姑说张公公再来和你理论。大爸，大爸，大爸，啥人啦？哎呀，阿嫂，龙岗个时候得一口答应啦。看，我替人送彩礼来啦。是娘，侬做啥又哭了啦？莫非刚才老手在阿来欺负侬啊？他不让我得罪文儿，叫我是好是好。听说临时改嫁是个孩子不纯真淫邪，让我当一位小人，偷偷听他讲些什么？这个算手残，人家改嫁是无法可想，哎，侬来管啥个孩子啊？真气宇出离。咦，白马人没有教养。他现在去告诉说张公公，总得替我想想办法呀。有了，我们就来个线下三位讲。怎样？本来3天人情，现在时间紧急，不妨在明日天亮之前，弄大文儿一顶小轿，临日就去讲戏。
你怎么还不困呀？凤儿，你起来了，快来看看这是什么？咦，新衣裳，快来试试看，大小好不好？刚刚真好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等下去穿上这件新衣裳，跟娘到周家叔叔那边去。妈妈，你说周家叔叔会打我、骂我吗？不会的，周叔叔是个忠厚老实的好先生，怎会当你骂你呢？那我们啥时候去？娘都整理好了，等下轿子一到，马上就去。你既然给家，难道还要把凤儿带走？哎呀，公公，本来是我亲生骨肉，自然要带的呀。哼！你今已是周家人，这啥凤儿是亲生，自作丑事多自虚，真正苦恼与苦恨。公公。你要把凤儿不能嫁，要嫁你举头是迎，两条大路在眼前，是君是天是西城。要我不嫁不容易，自去公公开红。台外我家三门庭，千扎金青离西呀你。再接几段粗茶凉，上母子都不换你迎上身，临时苦守到8年。短短不过留一心，你回来回去，又是为这些无良银子。哼！要想晚年接力，自非是边担着土边做生。要想晚年接力，自非是玉香罗衫从万问。你要给这次管家，要当文儿王妃血泪。妈妈，今日我把文儿交给你，不养自珍，你担着谢公公做你主。是听了。今日离开夫家门，永生不许在京城。他杀回来被我见，我问此事多有情。凤儿，快点到八位家去吧。呀，娘亲你跪下来了，姐姐你好宝贝。谢烈，带走。凤儿，他对。妈不能还你呀！带走，带走。带走。
醒醒，儿的来了！大嫂，大嫂醒来！阿嫂，儿的接侬来了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？他们把文儿抢走了，我要我的文儿，我要我的文儿啊！我已成舟，再上去也是没用啊，只有慢慢再想办法。大爸家里也是一贫如洗，我文儿我还是要受苦的呀。这真是难死人了。也罢，大嫂，我后的家境虽不宽裕，身边还积蓄下300两银子，交给你家大爸，托他抚养凤儿，也就是了。你这怎么死的？阿嫂，事到如今，也只有这个主意的了。上轿吧。阿嫂，走吧。
家人，把你拖过去，名叫托玉明。至今你不去，寄养他把门，不图边城计，俱将计于兵。我今这个要多好听，戚夫人。真是问君娘甚好歹，你娘不言，生成你这子孙也为不孝。我们强过，宦官强贼，真是独门不应我为家。大米归西何以生？万树瓦兮旌旗前。凤儿，你我在此地可？大爸，刚才不光骂我是疾病，疾病啊？什么疾病？他是我娘家人，我拖过去是托玉病。如今既然在大爸家，就是疾病，我气不过当他，他冤枉我抢银膏。祖上公公予以报禀，不但耽误，还生我娘不言，子孙也不孝。是。大爸，你要帮我去出气呀！哎，凤儿，不去也罢。为啥？古人云：“责人必先责己。”此事之恨你娘，莫怪别人哦。我娘？对。哎，凤儿，我平时苦苦教你的生言之术，你可记得孔子人大约之道，一正二，后行正，之后两句是怎么说的？曰：行正而生虚，生虚而家己，家己。对。可是你娘哦，下年生心不正，孤儿思家不受亡命，心不正难修身，抛儿弃家上家门，
才落得家不齐被欺凌，叫他们有何面目去离来？你要重整门第，一心此子可教也。爸爸，你快讲呀！听得我3年换场苦用心，真得个龙虎榜上的性命，骑白马插花林。爸爸，这是真的？是啊，这就叫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哦。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对，儿不怕苦中苦，定要做个人上人。到那时，骑爬马，插花林，金牛们对相亲呀。不怕做长再凶狠，不怕父官再轻易。好，从今以后你要好好读书，你那不义的娘也就不要再想他了。爸爸，屋里这么苦，前几天师娘送了一包银子，你为啥不要呢？你知道那银子是谁叫他送来的？是谁？是你娘，我娘哪来的许多银子？自然是他改嫁回来的卖身钱。买生钱？好了，天色不早了，我赶紧到镇上去拿这些丝袜换些银子，你再去挖些苦菜，早点回去吧。哦。四娇儿生父不比，香娇儿也不比。凤儿，我那可怜的孩子，你在哪里呀？你在哪里？
孩到也心。儿的本来早岁要为将心，为了母后粉儿，特地多留几天。可是今天已是第5天了，粉儿，你快来呀！粉儿，你快来呀！粉儿啊，你呀，快娘快来快！几岁？今日还能诉衷情，只怕是以后见娘情难听。这300两银子，你大爸不肯收下，现在交接你，等娘走后，你再把它交接大爸。那好，玲子，你
怎么我还没有走啊？凤儿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啊，大爸，你不让我把凤儿带走，可这300两银子一定要留下的。嘿，儿不用娘，埋葬你。走。回家吧。咦，那边好像是阿嫂嘛？阿嫂，阿嫂，八姑的，阿嫂，侬个事体，陈师娘都对我讲了，侬今朝为啥又在这里抵靠呀？八姑的。母子啊喂，喜得我年来6分那分香偷偷来你俩陪他把上进，深恩不成。我苦苦求他给旨意，他今生不用娘没生啊你。这里个侬啊太狠心了呀！阿嫂，那套就这样算了吗？你是娘不牵挂，儿孙几何难安心。大把时生多情爱，只怕时时遭断送儿性命。
己须尽，今日送，明日走，他们不为妻，你心中。花哥的，你总得可怜可怜我，不能太拖的呀！侬一面可心为陪，听得八公泪难垂。我听不完你从头，四把回儿养成此次花哥的情长，随我一把。天已明了，这篇八股不管是时日之计，也可算是无懈可击。尚是考官有言，我罪不忠啊！真是。天天端文章岁岁真，今日虽还场来找邓青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凤儿，哦，原来是恩嫂到此。我看侬眼睛凶，语速也哑，没困吧？今虽是大比之年，这是考级日期，我是不管欲望啊！哎，他是岁数要紧，身体嘛也要当心。是有劳恩嫂关心。凤儿，哎，恩嫂，今年大爸已替我改名中书，你怎么还叫我文儿啊？哎呀，我从小叫过文儿的，各种文绉绉的名字我也记不了。侬就让我叫叫吧啊！哈哈哈哈！哎，凤儿，只怕侬屋里向米与马了吧？实不相瞒，不但米没有，连茶也烧完了啊！哇，聊到这，所以嘛进来看一看。不要紧噶，侬对他爸讲，米和茶我马菜回来会带回来噶，中房也会来烧噶。是有劳恩嫂。侬先去困一些，不要自摸落头光我们做，弄得牙锁关陷进门，这就不够算啦。哈哈哈哈！自从我娘改嫁，平时遇有艰难，总蒙恩嫂接济。古人云：有恩不报非君子，我都总说此番进京。他能一尽用归。先报
切断母子情，这曲是传我到头终于报。君子不为恩怨民。只是靠本至今未有着落，这便是何是好啊！团得考前厅他来自私意，众师兄老师可有其上，有劳相请。稍等片刻，有请他吧。请老师早安。哦，副官言起，面里，请坐。谢受。言起，今日到来何事？考期限定不是先要上京观考，得来向老师指引。考期已经定了，前几天这里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？听说部分前天才到，报闻昨天刚刚贴出，皇上决定3月底大开恩空。大爸，事情考期已定，我在考本，我是有旨意。言起，以女士看来，并业气大哉，此番夫妇真可谓。看下经说周蛟龙，当开玉龙飞彩凤，便是飞黄腾达。老师过奖了，我欲向上中书同你一起进京，放夜岂要地喜哟！奇观，倒是在路上可以多个逃奔了。这是什么？不瞒也其身。女子本是见离人，一生情怀家道平。此一番中书上京，烧烤本，你可否再接几个两鲜花？老师啊，夜深夜里有风景，借来老师准备区几日两些花林，富贵里道要望分。不过这样，家中尚有主菜，要生我人间之事难过问，非是不念此生间万望原谅两三言气，何时何不张我还要真理人生有谁告知了。言气，夫儿不然哭笑快。不谈在意。做张公公哀切之命，
不想教养几声，也是此千灵不仁哦。大伯，皇上尚在开一次恩库，今番不去，欲要分3年。但是下次再不考本，小人岂非永不插队自己了啊？唉，实无办法，现在只有一条路了。大伯请讲。向着张公公告得去，向着张公公告得，这顾不得这虚度了。天哪！总说百美快乐。要得把皮啊大海，偏偏让进考不门。我不是我天命不及空悲。侬还没去困啊？做啥在此唉声叹气？恩嫂，如今考级一定，家中富有考本，我孤儿担忧啊！侬他把你到做张公公家搞得去了。哈！到死人口里岂把浪费？这怕是怕费精力。虽是太到了，那杀过去玩玩你。我也这样想。可没有银子，我终于没法问账，不能上去，也是王床啊！文儿，无语啊！你语哦，我是说我一句话要讲。恩嫂，你要讲什么话？我讲啊，累得青山菜，河水没长烧。你知吗？妹妹总好想培发过，要是出什毛病来，虽是遇了名字，也没有用啦。所以嘛，侬还是听阿叔讲话，先去看一个再说。恩嫂，我现在心烦意乱，怎能睡得着呀？虽是讨一下，阿叔好干。恩嫂，恩嫂，恩嫂。哎呦，好咸啊！刚才我一时口快，差点录成魔家来着。只为快儿复口名，放在血线路真情。凭着你自身的满身当，对文儿光前一辆长早云。几年来，阿嫂女你300两。天天伯伯到死尽，颜色万生50两，啥时是我的结局？难相信，难相信！要欺人心，欺人心就要喜欢人。但一般问路的戏，哎呀，路差的戏伤脑筋，哎呀，伤脑筋。这年了，一郎一听发开腰。劳动坦诚，几年光阴，欢欣时刻，盼生龙一片心。总
黑马是人员苦思相面，只要新房子拿出来了吗？哈哈，好子你！我把我偷天王上把计，此理岂有此理，真岂有此理！这里哥，侬回来了，气死我了！凤儿，侬他妈回来了！大爸，银子可以带到？不的也罢。公公公公怎么讲？任凭我苦苦哀求，他言我就没结完的，一口咬定无人可嫁，还叫我滚出门来，叫我斯文扫地，真气死我也！爱不了胖星星，终于盼到靠近。没有考本，总是不能让进府考了啊！你们在天上是有灵，怎能见难不救啊？杰雷公，快来快！刚才我的后院，他不是那是的，甚至挖出这种挖过，不晓得里面到底是啥个东西。我来看看，打开看看。这银子是算是祖宗埋下的，大概后来念到9月也就忘记了。今天祖宗显灵了，钟叔，快来谢姑列祖。你哪里晓得，这原是阿嫂留下的。日子真快，已经19年了。凤儿啊，凤儿。这19年功夫，我日日夜夜都在想你呀！只见鸟飞，10月
你们不在书房读书，跑到这里来做甚？这件衣裳我们知道是图文大哥的，母亲你，母亲。常得心安上人，被人叹息来称称。娇儿子娘心头肉，三重山峰难高兴。想必哥哥多言笑，孩儿不及不好分，因此难见娘与仇。于心于贵，多爱你母亲，你望穿秋水思门空，何时安去谁？离家园，万事皆比娘早应，恳求娘亲实在下，长江宵夜快儿行。但愿得皇天明娘辛苦，关上团聚为娘亲。小亲跪下了。娘与心事不是你们之故，快起来吧。不，娘与心事孩儿不安，咱要孩儿起来，娘要高高兴兴起来。哎呀，都是7、8岁的人了，还像小人一样。好，娘现在高兴了，你们起来吧。多谢母亲。出门观贼，欢喜归来。宁儿娘，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，辛苦弟弟。免礼。可惜啊，可惜。莫非你此番出门，妹妹得理？妹妹得理，谁也可惜。不过我说的可是另外2件事。哪2件事？宁儿娘，这脾气今年也是他的脸，配套的设置才一情，今年过上京因此去，离色不行不行。可惜那第2件。说起喜事第2件，你听有一点
哎，生不生色，怎会是所生你？是啊，这是你经常的气，不过我还是第一次见面，不是不认识的说什么？是谁？就是你那恩生你从的八卦亭。八卦亭，他怎会到镇江去的？这不嘛？哎呀，爹爹，你夸是呀？好，听我慢慢讲嘞。哎呀，你快说吧啊！女儿娘，因为他一定小兄弟，爹少胜算得了力，缺少一个好帮手，即兴请他当户籍，从此离开杜家村，给少传多少语。他可曾拾起凤儿的消息？拾起凤儿吧，这真是匆匆喜喜，想到就藏在你家里，靠你能下养儿女，反正他做出也不受气，到后来文章册中有才名。10年前，怎么样？咱的金榜把名提。你说什么？凤儿10年前中了状元了。这里外面八公素心一封。
把自己忠心顺利，从今儿图家乡音，自己过惯了40系列的日子，就不去找凤儿了。八哥的真是个好人啊！是啊，母亲啊，女儿娘，19年功夫，你日夜想念凤儿，怕她吃苦，现在总可以放心了。是啊，现在该高兴了。今天虽然高兴，可是我还与两情心事为了你。啥心事？你快讲啊！母亲，你快讲吧。灵儿的。凤儿虽然有孝心，父内母子各同心，生前不见儿一面，总是万幸母难敌。第二天八哥的堂生死黑，离给相报莫是你，请他到我家过几年，你表诚心无疑。好啊，母亲，你要找土门大哥并不难。我同弟弟马上就要上京赴考，是否观众礼不出，不管我们忠与不忠，都到礼部衙门探听大哥的下落。对，只要知道下落，我们就去找到大哥，倾诉母亲思念自己。那时大哥一定会来见你母亲的了。这倒也是。要请八哥弟也不难。我下次出门回来时，把八哥弟请来，也就是了。这样，我的心事也是了了。好，姐儿宁儿，弟弟，你们两个真不严长，接受上去。
他在陈木天恩连年生前，严禁官居吏部尚书。今世成为皇上命我本部侍郎屠夫光为征服自考，严禁三餐早亡，发放一笔。今日西关提名了，有件事。有件事令人好生奇怪，像我母亲临死，当年给家江西王家最后一等，想不到这新区今日中与最近最灵二人也是江西王家人士，而却无名最后的母亲也叫临死，这母娘给家19年，他们一个17岁，一个18岁。哎呀！再想过那年，看不明还不行，恰是进步的人噻。好分，我不是一枝莲花同条根，我与他俩是同母生。他们最近最令果真是我义父兄弟，这比手势好啊！想当年，娘不言，点着门庭，到后来中常院重登家身，须说是少年夫人在的在了相思一番，是非于身。寡母一日一细茶，出去走进与嘴里。茶杯他陪我从手举有颜面列朝廷，启本大人独自劳累拜。乡督府官乃富而不仁之辈，并着治疗公司并无来往。他来接我作证，以邀日相见。请是大人吩咐有请。谢言无为贵，何竟他举证？不管来路上，拿得救生头。见他手，免礼青铜携手。不知都是郎到此有何要事？我们同朝为国实在书上来往，今日
他来向他人请安。哎，总说到能关老四郎先来请安。嘿嘿，他人乃是上司，理该先来请安。什么？理该先来请安？理该先来请安。哦哦啊！啊！杜四郎因何发笑？杜大人为何发笑？我想我杜总署少年缺尽苦中苦，今日终为臣上臣啊！我想皇天不会有心人，他人孤尊好不闻呐。奇官，他人期待有福，而且有喜。此话怎讲？他人可知兴趣今日中有这己责令何谁？这与我有相关。哦，原来他人不知，背着据他俩相关年龄无名模型来看，这怕什么？这怕就是铃铛太夫人晚年所生之子呢。他人啊，铃铛真是好文，年轻得志官一品，满眼这家乡亲中有谁领的上京，看今日他人为之抗，领的呀龙门，既是师生意，更是兄弟情谊。富贵亲们啊，叫我千里问，啥能登上青丝城？哦哟，万古来芳名啊！呀呀，不是啦！一里相思意难分，同名同姓真为你。世上巧事千千万，我与他俩哪有情？断不此事，杜四郎不必多言。谁有此事？大人你为何不审？断不此事，谁有此事？启禀大人，辛苦今日走进这灵界来拜你。是谁来拜？辛苦今日走进这灵来拜。哈哈，提起曹操嘛，曹操许多，来得真好。哎，我现在有客，命他们明日来接旨。且慢。哎呀，大人，方才你我正在争执不下，既然他们来办，正可问过明白，快快有请，快快有请。是，有请。两位是不会有甚从前，愿去面礼请从前事。何为言起来得正巧，方才我们正在是啊，我们正在讨论两位延期的文章，不想你们便来了。若是在交应得中，实是文章处理，望两位恩师教诲。言起恩师有一字不明，欲相同问，恩师请神。我想问你们是啊，想问你们今日到来为了何事？若是今日到此，
一则问恩师问安，后者又想吞听一股消息。什么消息？我家大哥的消息。你家大哥怎样？也去夸胜？是了，是啊。若生金梦家子民，千里团兄到京城，10年前大哥应承为钦点草原莫忘恩。大人，你可听见？他家大哥乃是10年前的草原，那么大人你，我是若是听见的，你何用动意？听到就好。那么你们怎么会失去隐形的呢？是啊，家子们里最家人，只因是王爷家不文明。大姑是娘娶夫生，与你分别团啊迎娶，听说祖官上京城。原来是此，那你的大哥是哪里人士？姓什名谁？恩师啊，大哥是江平官人，取名儿子叫土文。大人，此番你一定听的是明明白白。他家大哥叫杜文，那么大人你就应该对，我就应该帮2位贤妻私自招人啊！什么？我还要去招人啊？是若要去招人，啥不招人，怎会知道他家大哥现在哪里呀？是这嘞，是要去招人的呀！请问恩师为何发笑？我想你家大哥杜文，真是徒有该死文章，却落得个如此下场。恩师，你2位贤妻，都是郎内一派无言，何以认真？只是本朝新都官员不少，未望与杜文几人。待恩师替你们慢慢打听，让与小仙立即奉告，这样可好？多谢恩师。恩师有声万语也是奉命，就是夸夸奖嘞。是，这一今年若有错儿，乃是家事无责，谁担自己？已经罪名身上，皆可万象。得此下2位恩师指引，知道了。告辞。恭喜他人，贺喜他人！杜氏啦，你太过分了！被这方才道喜，大人说端无此事。如今领地上门行凶，大人你又为何？像我娘不应该嫁9不往来，早已得到母子之情，我与他们有什么兄弟之情？大人岂不牡丹谁为贵重是无一生？这母子情分可断，这母子的名义只怕难免呀。杜氏啦，你尽管戏弄上司，官问大人，官居何者？这张何事？你岂不知当当，理不大当？这张天下利落，先天中的阳空茫之道，教化亡命，威风王华。好一个这张天下利落的吏部大当！
有人将今天这对兄弟巧为的家娃公之于此，请问大人将以何去选天子红灯？让孔王之道，又将怎样去教化外民？为被这对待毛德王大人黑坏，告辞。天算雷鸣，当我心当里。言无尽心，愿这他尊上次，万里长城成了相见梦。神若众生。哎呀，是啊，像我那堂堂礼部大道，这张利落，教化天下亡民，正中生言之道，而偏偏是自己的母亲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真正羞杀人呐！难道我今生去永不对人之人了吗？撒要夺红绿，自非团圆配。我要官至江西，请我娘扶着他。嘿！你们听，好像是西墙。
作手，也在一道门去。哎呀，这怎么混的？怎么混的？快快有请，快快有请，有请胡大臣。母亲，难道你不认孩儿图忘了吗？凤儿，兄弟，嘉玲儿，快来上高头问大哥，快去大姑，大姑。凤儿，我来问你。此番你的兄弟上京，圣登门苦苦当听你的下落，可有此事？自有此事。他们也曾向你讲明了为娘的身世，一点不假。那你为何当面不认兄弟？你不认兄弟倒也罢了，因我隐瞒真心，不认亲娘。杜芬，你既不认亲娘，又不认兄弟，真不孝。他夫人息怒，你却不问所言色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
岂不知古人云：夜幕出孝子。母亲，夜幕出孝。今日是他夫人误杀大人，下官无以为力，今现昨日一手，请他夫人教诲。总是儿子，请。家语不言害我梦碎恨终生，为故少年千般苦，至今想来欲寒心。当年娘去相安乐，可怜儿孙身凄凉，有生悲哀你冷，有生当面骂有病，谁说不管路远深，出门只怕见熟生。多少再见路边野草，我比路草见三分。杀父他把情教导，我独闻不宽伸手招神人。杀父恩所长结计，我独闻那人饥害已伤身。为了牺牲我年岁，为了重整好家生，房中惊喜空忙里，藏下苦毒生
也分，好用意熬到金榜题心思，请上官的头，我皇上听闻熬当生是黑，到如今这句常是鬼听，谁知道最喜最灵上京去，登京是富生气，东文字生肖大，妈妈虚如苦恼人，这张天下比了上次的手，母亲软与脆弱，从今日不与我明目亲的去讲以后是交帮你，我黑儿不生的，我这黑儿驯娘亲，只愿你跪在主心里的我的房不谁替你跪，对同志说从此跪的房子，对我生不生不亲不义不理不生不孝王生嘛。啥呀？都说了，是非团圆头，王娘替你孩儿哭心。小孩跪下来扫墓，把娘
那不要客气，我自家为最高，嘛拿自家尸体去吧。老太爷，你们这么多爷在这里呀？他夫人和老爷都在等你们啦。哦，本来前天须来到，刚刚碰到大雨风潮，就耽误了。哦，你快去通报，许是我们到了。是。弟弟回来了。是啊，喏，这位就是八姑叔叔，快来见过。见过，嫂子，哎呦，福广大，福广大！弟弟，你可知道杜文大哥已经回来了？凤儿也在，这真是太好了！弟弟，你可知道杜大哥他是谁吗？他就是武家恩师当朝吏部上司啊！已经做了上司了！哎呀，恭喜恭喜，大家欢喜！哦，八姑弟，请坐，请坐。送茶。几个人儿，快把你杜文大哥请出来，大家相见相见。是，有请恩师。我说不用吧嘛，谁不用吧？文儿啊，我讲侬啊是吃得过下个别啦。恩嫂，这是何意？等下侬自会明白。哦，快叫阿嫂出来，快快请出他夫人。是。今朝宁儿娘的两件心事都了了。太夫人，太夫人！哎呀，老太爷，他大事不好了！太夫人她在内望月亮死尽了。
母亲啊，母亲！休怪儿父亲，这是你19年前把我给家的报应。懂了，这就是可是我下的吗？正是小者所幸。想不到阿嫂这条老命，竟会丧在我的手里。恩嫂，怎奈是母亲不言，如今见我永归，无言见我。呸！侬可知道，侬这高官黑禄、荣华富贵是哪里来的？且靠皇上天恩，我当把恩叔说死。什么皇上大把恩寿？此话怎讲？小畜生，侬听了！想当初为了顾家的妈的，农粮给家好儿女，为了抚养农村人，留下3个小娃女，我劝你他爸不岁岁，一生到而不用娘骂生你。蛮内后农娘把名字托付我，暗中结亲，农苦光阴。虽说三把马生意，包农再还等我命。虽说三把马生意，共农换成都是人。虽说三把马生意，我上京不考比考分，可还记得当初没考分，是我在考试下面挖上不少两年。